今日咧，我哋好多嘅區議員同事啦，咁啊同埋佢哋嘅議員助理啦，都嚟到聯合醫院咧。咁其實個資訊都係非常之豐富嘅，咁啊個內容咧亦都係好實在。無論係作為立法會議員也好，區議員也好咧，都係肩負住上情下達、下情上報嘛。其實我哋都盡我哋嘅能力咧，去同市民講解呢個新政策嗰個各項嘅措施啦。社區前線咧，今日亦都係聽到唔少市民嘅聲音。咁啊，我哋亦都盡我哋嘅能力咧，向翻局方去反映。我好感謝咧醫管局，特別聯合醫院咧，為我哋觀塘區嘅議員啦、議員助理咧安排一個專場咧，去同我哋咧做好多唔同嘅交流。咁呢個交流咧，其實係非常有成果。我要俾兩個叻。成果在於邊度咧？第一，讓議員咧係更掌握咧政府特別醫管局咧今次呢一個政策嘅推行啦。第二個咧，令到我啲議員助理咧可以喺日常咧幫一啲老友記啊，或者幫啲市民填表嘅時候咧，係更掌握嗰個填表嘅精髓。如果唔係有大家一個充分交流，好難可以同行嘅。區議員咧，其實就係叫最前線㗎嘛，所以咧其實我哋對個醫療改革嗰個收費咧，其實如果知道得越詳細咧，咁其實係對街坊咧係最有利嘅咯。咁亦都最好有個 Q&A 可以知道我哋每日遇到嘅問題，咁啊點樣解決咧？個安排非常之好。咁透過今次呢個解說會咧，咁我哋係可以更加了解翻點樣去幫佢哋去做一個申請。咁我哋了解多啲，我哋解說多啲，咁街坊亦都係接收多啲嘅時候咧，係更加容易推廣，係會更加順利咯。